即马选举进程就是上尾一礼拜啊，国民党的候选人是拢真拼死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去桃园甲新住民的支持者见面，伊答应讲，若是伊选调，会保障新住民新二代的权利，而且延长外籍配偶因爸母来台湾签证的时间。也若国民党侯友宜是继续批评赖清德，讲伊从到大高端的改变，也佫有对废除死刑的看法，是要毋讲好明，无达得大家信任。也若民众党郭文哲是去高雄拜票争取支持，针对韩国瑜发讲，叫大家甲选票都拢转互拿赢。郭文哲讲，韩国瑜是受到党内压力，伊才会安尼做。选前超级礼拜日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到苗栗桃园屏东甲高雄拜票，也甲新住民支持者见面。赖清德讲，即要认同台湾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会保障新住民甲新住民第二代权利。也讲若当选会加强培训统一人才，甲延长外配爸母来台签证时间。妈妈从娘家过来台湾帮忙看孙子，但是好像签证的时间很短，那我们就能延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是对桃园来到高雄大造势，毋若国民党大咖到场坐镇，前台大校长管中敏也出现来支持，展现团结气势。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，讲伊无愿意正面回应废除死刑的看法，也无兑现改变高端的承诺，我都互人民来信赖。选前就这个态度，选后咧，伊敢会参与人民呢？完全不敢很清楚的对face或反face讲一个态度出来。讲到现在1个礼拜了吧，完全没有要解密的状况。也民众党郭文哲规工拢伫高雄，超地来拜票争取支持。不过国民党无分区立委提名人韩国瑜，比如伊亲像空气枪真热烈，不过袂赢，呼吁支持者集中选票投予国民党。郭文哲无放在心肝内，指出韩国瑜是遭受党内压力，爱操作去补。我可以了解他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哈，一定要配合操作气保哈。其实这个跟他私下跟我讲的都不一样。私下他怎么讲？我才不会跟侯友一样，把人家私下简讯公开拿到外面来念了。国民党、民进党伫年，伊嘛拢选伫高雄举办大型造势活动。郭文哲、侯友宜也拢来到随风夜市来拜票，互相拼人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